想講下 GU 啊，因為咧佢又有新一期同 Undercover Crossover 嘅新 item 啊，咁我及到都有啲幾吸引，我應該好大機會會有啲 item 會買。首先就係呢件啦，呢件夏威夷衫啦，腰果花超靚，179。我應該會買藍色，我覺得藍色色力長啲咯，個腰果花會靚啲咯。綠色佢如果淺翻少少，我覺得會靚啲。係啦，佢呢個不過有啲人會鍾意呢隻綠色嘅，因為易襯啦。其實都4月18號開始開售。跟住就係同款同 pattern 嘅呢條短褲啦，又係好靚，179，4月18號開賣，都係有藍色、綠色。正路我都係會買藍色噶啦，有扣啦，好靚，腰果花。跟住睇下先，跟住咧呢件風褸都好有興趣，咁有3隻色，黑色、卡其迷彩同埋綠色。正路我都係較為吸引到我，就係呢個卡其迷彩啦，特別啲咯叫做。不過呢件衫就要睇下實物，到時出咗咩環境啦。因為有機會佢真係用啲料係渣啲，咁就睇落可能會有啲 cheap 嘅感覺，同埋睇下實物佢嗰個 pattern 印得靚唔靚咯。睇相就 OK 可以接受。599。呢件就早啲，因為佢分咗我見到佢好似分咗2個 section 去賣。咁第一水就係3月14號，咁就賣一部分嘅 item， 跟住第二水就4月18號就賣第二水嘅 item 咁樣咯。咁啲短褲夏威夷衫好似就4月，呢件褸就反而早少少，係3月就開始賣咯。咁大家可以留意下，可能會順手買多1-2件 T 恤嘅，其實呢啲都唔差嘅，我覺得99蚊啫。咁呢個都係4月18，即係第2 lot 個賣都 OK 啊，幾靚啊，我覺得都。呢件 T 恤或者呢件啦 New York City。不過我諗都係夾硬買，其實可買可唔買。頭先嗰啲夏威夷衫啊、短褲同件風褸就好大機會會買，到時再睇下係咪我真係會入手啦。就係咁。Hello，歡迎光臨。有冇咩 size 顏色幫翻你啊？